歡迎收看客家名語學簡，每日一項語新聞，為到鼓勵海外老國內新生態進行交流，提供海外客家後生了解台灣客家政策嘅機會。客家背景會主辦嘅2026海內外客家後生交流獎活動，對列下希示用路線上報名，7點到1875年6月10號為止。新興較強海內外就客家學簡嘅係概念，韓國7家認同係客家人嘅青年朋友登錄參加。第擺活動希望配合客家後生自主意識，規劃深入了解南台灣，又對各種嘅歷史發展老本化特色，切題照圖客家傳統風貌，紀念傳統名將收錄紀念，參訪新興創新產業，探討遵守環境生態，希望配合客家後生，變做係有國際眼界、老才體實潛力嘅現代青年。歡迎國內18到25歲嘅學生海外18到35歲嘅客家後生報名參加，老千秋客家後生共下記錄經驗傑出嘅各種體驗。以上係客家名語學簡嘅報道，接下來來教大家今晡日嘅每日一項語就係青年，佢係一個懂答辯嘅青年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